내 돈을 때나 포르토 시주도 되면도 가 로 디지털도并不都是那个嘛，这些来把那冲他去，现在个像是深究了这说，这写出呢，他不是搞不清楚，得叫人去，你家下兄弟们滚出去了，得当时了，很些个上过了休息下先，来不呢？这什么？他不是搞不清楚，俺得家让我弄过来，加上个。这个怎么能开始看呢？得用这个东西，这就是这的，票价这么忙的，你起码来也是这个，百分之的10%呢，像上证上的啊，开玩笑是吧？是说，90的啊，那是票的，但电脑那里交着的多了，搞得那是票的单单使用的。